台湾的老人人口比例渐渐增加，在2026年可能就进入超高龄社会。即马伫华山文创园区有办一个展览，来讲食老退休了后的生活，带你做伙来看。人生70才开始，你的退休生活应该先做啥款？有人会参加公园的运动社团，有人会招朋友同齐做餐，种一寡青菜果子，参大家分享。这番薯啊，这真正有机的，我种的咧，足好食咧。老人人口愈来愈多，台湾嘛已经进入高龄社会。卫福部统计，一直到今年8月份为止，台湾的老人人口占总人口的17.27%。2026年，老人人口的比率已经超过20%，一直到2036年，甚至会来到28%，要活总人口的1/3。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大家一起来认识老化这件事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高龄社会？要安怎让老年生活变加精彩？行政院政务委员林万益鼓励老大人行出去，参加一寡无同款的活动。长者其实是需要自己来维持自己的健康，自己来享受自己的独立自主的生活，然后自己有足够的勇气可以参与社会各种活动。退休有退无休，无论是出门运动、种菜，也是找少年人拍电动。人生的后半段，毋是像古早时阵的老人，规工伫厝顾门，电都爱好好规划，互食老了后的生活更加趣味。记者麦尚英曾派文台北报道。